李高亮的歌听少，亲像好酒沉甕底，使人怀念的歌声。今日咱要来翻唱这条曲一作的林玉峰老师来咱心所爱歌节目的现场做伙开讲。不过真侪老辈的观众朋友会讲，英过1970年代，人伊是主唱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男子汉钱来呀，犀利即坎呢，安怎样行对幕后来？咱先来欢迎为林玉峰拍开踏入唱片界的大门，另外一位作词作曲家叶大辉老师，讲起伊安怎样熟悉林玉峰。稍等下，林玉峰老师本人来节目中，甲咱同齐开讲。伊较早有对这个对歌舞团内底走跳过，啊，伊是吉他手。到尾了后，伊是要过来成就啦，要过来想讲更上一层楼，啊，才拜叶俊麟做老师啦。伊做人袂干干规规，因为那是真特别的人。阮两个都也会使讲互做三兄弟，也会使讲互做师徒，也有师徒的分啦。啊，玉峰啊，你最近好无？咱足久也无联络啊！啊，3不5时来爱甲我联络一下，因为足久的好朋友，啊嘛是三兄弟啦，所以讲哦，你咧有闲你就甲我联络一下安尼。剑是生存与死亡的主宰，钱是天国与地狱的锁匙。钱来呀，钱来呀，钱来呀。人生可比一出戏，何必紧紧计较钱？钱来呀，免欢喜；钱去呀，嘛免伤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钱无钱又在天。千万唔通为钱来费心机哦，绝对唔通为钱拼死死。哦，钱来呀，你是快乐悲哀的了解。人生可比一出戏，何必紧紧计较钱？钱来呀，免欢喜；钱去呀，嘛免伤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无钱无钱又在天。千万唔通为钱来费心机哦，绝对唔通为钱拼死死。哦，钱来呀，你是快乐悲哀的了解。钱来呀，刚才头拄仔听迄两句口碑就记得啦。犹原同款飘撇，名作词作曲家林玉峰老师，欢迎。哎，经理好，哎，老师，啊嘿，哦，足久无看，系啊，你真侪朋友吼，嗯，足怀念。安尼吼，你同款飘撇，那有影，谢谢吼，哎，有一站欠仔就巧位呢，差不多6年前呢，是倒位？我中风呢。我中风呢，啊，即马拢完全恢复差不多90%有啦，90%有啊，有啦，90%啦，吼，90%啦。随时若莫共讲，咱嘛唔知我中风啦。
观众朋友伊足久毋捌看你，好，伊的脑海内所记的形象，较早你唱男子汉，你唱钱来啊，遮尔啊飘撇，结果头拄啊听到你唱歌，犹原拢无改变啊，啊，咱就想讲，甲老师来问翻头讲，少年的时阵吼，是啥物人甲你塑造？讲拢唱即个男子气概的歌，若讲连续剧有即个舞的，敢若拢你咧包办对无？哦，差不多啦。像西丽七剑嘛是啊，哦，迄嘛是啊，吼，啊，火烧红莲寺嘛是啊，哦，我是唱几落支啦，安尼。啊，吴俊雄的布袋戏嘛有呢，三缺龙人啊，中国强啊，哦，迄嘛是我唱的呢。啊，高前就是咧讲，迄个阵是倒一个前辈者，还是讲倒一个老师，甲你安排，甲你牵桥讲，哇，你即个有气概的歌，唱得有赞。就是咱的台湾吼，民族诗家叶俊麟先生。叶老师，啊，所以恁先的呢？系阮先的，阮先的吼，感觉敢若爸仔囝哩啦。伊过往的时哦，伊迄个骨肤哦，是我甲捧的哦。伊都有后生啊，换气啊，安尼唱，敢若讲用你甲。系啊，人讲吼，一日吼为师啊，终身为父啦。你今日个感觉有看的？有，足大的牵连。后壁我搁去上电视，搁熟悉。吼，阮迄编剧的老师林礼涵，你知啦吼？涵先，涵先，涵先，都是伊介绍的。我才会搁较对这个剧的部分搁较进步。经过这两位大师啊，哦，来甲我调度，安尼，啊，我嘛足用心的啦，无互因失望。你请开始对茶城来到台北的时阵吼，是去找叶俊麟老师，还是行倒一条路讲？开始对唱歌有兴趣，讲叫人甲你牵成，还是进入唱片公司，是啥物款的缘？我伫茶城吼，住到14岁，我对这音乐兴趣啊。啊，阮老爸甲我讲，啊，既然若是有对迄兴趣吼，住这庄卡无效啦。啊，迄阵阮姐姐嫁伫屏东嘛，伊讲无就来去屏东，吼，住恁姐夫遐，安尼吼，啊，看较有机会玩我。好啊，迄阵是大人安排安怎，咱就照安尼吼。啊，就14岁离开茶城，吼。啊，阮的厝呢，就甲叔叔啊吼，卖互好朋友，半卖半相送啦。去屏东的是阮姐夫啊，伊想讲，我敢若对音乐真有兴趣，吼。啊，就带我讲，啊，你要学啥物乐器？我讲吼，迄阵嘛袂晓讲吉他啦，嘛袂晓讲乐器嘛，拢袂晓。我讲啊，我都吼。感觉阮大阿伯吼，伊咧弹迄支啊，迄支毋知啥物款，安尼迄个琴啊，敢若袂歹安尼。我想讲要来学，安尼讲吼，安尼好啊。安尼姐夫带你来迄个屏东吼，光华戏园的头前有一间乐器行，来看卖咧，好好啊，我就去啊，去哦，正声乐器行，就入去迄间内底，入去我看，哎呦，啊心内咧想讲，啊，遮哪会无迄支吼？我要爱迄支啦。哎呦，阮姐夫就讲，啊，这老师吼。哦，阮这迄落，或者吼，内地吼讲吼，要学乐器吼，啊你家己看卖咧啦。伊甲讲，啊这内底讲，啊恁有迄落2条线的无吼？迄种的，我哦，迄6条，迄要安怎弹？迄也我多2条的就好啊，安尼啦。啊，毋知2条的较歹弹，迄阵拢毋知吼，6条的电脑较好弹吼。哎，我无啦，你咧讲的是弦啊？我毋是呢，嘛是用弹的来讲啊，乐琴啦。我下对，琴啊，乐琴啊，琴啊，安尼，阮这无啦。啊，你若要学吼，爱学这啦。到尾我才知影讲，阮先的迄个阮老师袂晓啦，伊人吉他，伊伫屏东伊弹上好的。对，迄间乐器行行入去就调的，调的，嘿，啊入面吼，阮姐夫讲，啊你甲选看卖，选看倒一支吼，上贵的迄支啦。上贵的迄支哦，伫50几年前啊，哦，安尼看嘛，有60年，我即马75岁嘛，75岁迄阵我才14、15岁尔呢。安尼这副算慷慨嘛？嘿，迄个啊，我嘛毋知迄到底安是贵啊俗，我嘛毋知啊。伊讲即支上好的啦，吼，即支康心的吉他，即支上好，偌济啊600，60年前的600，安尼啦，吼，哦哈600啊，我嘛毋知是贵啊，好好啊，好啦，安尼若认真练，咱好啊来，即马重点毋是哦。阮老师讲，啊你捌摸过无？捌学过？我毋捌看过。
我敢若捌看过迄支琴啊，安尼啊，毋是吉他哦。伊讲嘿，我毋捌看过安那。伊讲来，我弹互你看，吼安尼，伊就摕起来就好，乒乒乓乓，啊就安尼哆来咪我说，这都是弹。我讲，像我哪法度？我心内咧想，哇，这敢若真困难呢。甲阮咧阿伯迄两条的，敢若无共安尼啦。伊讲来，我弹互你看，哆哩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啊你教我安尼弹好嘛？我就记起来，我就教你看嘛，安尼，好啦，然后我教你学一个迄个和弦，简单的，伊就开始碰恰碰恰碰恰，我就讲好，换你弹好嘛，我就摕来，我教伊安尼哦，弹起来甲伊共款。是干那声音吼，较无遐结，因为伊有学过吼，伊的镜头啊吼，迄个固定的迄个力量有够。啊，咱这毋捌学过吼，捏落会疼，迄更线嘛，捏落会疼，啊，就毋敢出力啦。啊，所以弹落就安噗噗噗噗，啊，但是毋过迄个板的迄落照安尼，啊，伊用手可会切音哦，啊，我嘛教伊学安尼，伊讲，你一定有学过啦，我无啦，我毋捌学过。啊，无你若随会晓。我叫你安尼，你是干那插手，你袂安尼啊？你这种调呢，砰嚓，啊，你就切起来，佫会晓切音。啊，我都看你安尼，我就对你安那。伊讲，哎呦，安尼来学真紧哦。来，讲来佫一届，伊毋是砰嚓哦，伊弹迄阵，我嘛毋知迄叫做润吧，伊就弹砰嚓，接砰嚓，砰嚓，砰嚓，接砰嚓，砰嚓。我好，我就只要记起来，照伊安尼，我嘛是甲摕来弹砰嚓，接砰嚓，砰嚓。我收你做学生，你真正无学过？阮姐夫讲无啦，伊都拄差声，拄我起来尔，都国校毕业尔，我嘛读册读无悬啦。我对读册就足无兴趣的，但我对音乐就足兴趣的安尼。东东的男子汉，成功失败免怨叹，生离死别免为难，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千秋万世流传人间，怀念的男子汉。阮老师是学校阮的国小的音乐
音乐老师啊，我足兴趣的，我拢一直要表现互伊看哦。伊拢无甲我休，拢无甲我插。我一直要入去参加咱的学校的迄个乐队，迄拼啊啦、拍鼓嘛好啦，是啥物铃鼓嘛拢好啊。哦，就是拢无法度。我迄奇怪，啊那音乐课时我就好，安尼足。安尼，敢若做表现，要互老师知讲，哎呦，你好像不错哦，你可以练哦，拢没有。我说啊好，你拢无要插我绝对有一天我要成功互你看。这个按跳过哦，我已经来到台北的时候，经过几多年，我已经唱钱来啊，男子汉啊。我的故乡拄我咧土地公伯啊，咧闹热，我转去，安尼伊知影我，安尼伊讲，哦，你林立成哦，我讲嘿啊。黄老师，吼，安啦，哎，哦，我唔知影你对音乐遮尔迄落安怎安尼，我迄阵细汉你拢捌插我啊，啊感谢你啦，老师，真正，凡说迄阵你若插我今仔唔是安尼，凡说无做音乐啦，就是迄阵你刺激我一定要做互你看，啊，老师，我即马已经做互你看，我无互你闹亏，我成功了，我伫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了。哎讲哇，赞安尼哦！这内底还佫足侪过程呢，含迄个咱台湾全省歌唱比赛吼大场的哦，迄伫茶城福安宫是我头一个甲伊舞起来哦，大场的哦。较早我当年哦，要叫我去你唱歌，我无爱，因为两个乐师尔，啊电工佫两支安尼暗，啊乐师佫甲歌唱者佫会踮台顶遐冤家，啊去就拢穿衬拖。我讲啊，这是虾米货啊？这水准哪安尼？我就心内，嘿，土地公主，你若互我有机会吼，佮甲我帮忙者，你的老热，我绝对一定来甲你帮助，甲你改变，互你场面上赞的安尼。所以我就自我台北所熟悉的乐师也好啦，歌手也好啦，我的学生啦，迄个时阵我已经有教着高向鹏。嘛有教着迄个做沈文成啊，吼，安尼，演小提嘛有啊，拢有啊。我嘛有我学生，到时会当邀请人来帮忙，哦安尼。啊，迄阵张秀清啊，唱车站啊，阮咧做张秀清是我的祖孙啊呢，吼，安尼。迄个时阵伊也袂咧，伊要伫遐咧，迄歌手比赛，茶城歌手比赛第1名冠军。哦，对啊，开始安尼豆豆爬起来，安尼。等于我见面甲用落哦，规整个人讲毋捌看到遮好的节目。廖俊甲碰碰啊，因的脱口秀啊，嘛是甲请落。迄电工哦，是吊高雄的哦，一棚迄阵的设备哦，500万哦。我开偌济你知？我甲问迄个讲，迄个我拢詹宝文啦，或者我拢讲叫伊报兄，我报兄。啊，你这样一场开偌济啦？伊讲，我用起来一场要开15万呢。我讲，哦，15万，安尼啦，你15万互我，啊，节目我来甲你用。不管我开偌济，我袂叫你倒，我袂阁叫你贴钱啦。吼，15万，安尼就好。剩的无够，拢我来负责。我有答应过土地公主，真正我甲拉落。迄场我开40几万，大概捧场的了，还要佫开40几万哦。啊，开民主的，开对土地公主的心内一个愿望。系对，我有答应土地公主嘛，但是土地公主呢，无我失望。啊，我甲土地公主讲，啊，你来甲我帮助一个啦吼，啊，我甲你抽一支运动签啦吼，来，运动签抽来哦，再讲，运动袂歹，哦，这好哦，啊，佫有财运，讲财运袂歹，讲吼安尼财运袂歹吼，感谢啦，啊，土地公主甲我帮忙者安尼啦吼。啊，是虾米款的机会吼？有法度讲行入来到唱片界，出家己头一块唱片。是阮老师甲我教2个月，伊要去做兵，伊拄我要去做兵啊，啊无人甲我教，我讲哇，啊怎么样？拄我迄个时阵啊，屏东有一团卖药啊团，或者铁牛运功散，哦。食有铁牛运功散，讲要爱康乐队，要出去广告，好。啊，拄我朋友甲我讲，啊你敢是会晓弹吉他？我讲啊，拄我学会晓呢，拄我学2个月尔。伊讲啊，2个月是会晓弹无安啦？
简单的会晓啦，但是我袂晓看谱啊。伊讲无要紧啦，迄都无几条，迄一暗啦唱4-5条啊是啥吼？迄4-5条你练好就好啊。我安尼好，要安怎？对卖我团出去卖啊，你会点个拿经验，佫有钱人趁，安袂歹。我讲好哦，来就对出去安尼吼，差不多正半年啦。正半年嘛，拖经验呢，有那卖少歌呢。佫母会讲吼，因迄个广告的迄个空队吼，讲要小休困一下啦，要佫整理者，整顿一下，了后才要佫开始安尼吼，要佫用较赞的安尼讲吼。都休困迄个中间呢，佫有朋友甲我讲啊，伊讲，嘿，歌舞团吼，有咧欠乐师吼，你有要去无？安啦，吼，我讲哦。你歌舞团，毋过迄歌舞团咁好，安啦，脱衣舞迄哦，伊讲嘿啊，迄就是啊，歌舞团啊。我讲吼，我是迄阵拢毋捌看过哦，毋知会有法度无安尼啊？你先来看卖嘛，试一礼拜嘛，一礼拜你若会使吼，就继续嘛，若卖落，你就搁倒来练嘛，吼，就好啊，开始。迄阵15岁，吼，就开始出去干溜啊，好，拢出去吼，踮咧伫高雄，踮咧伫台南，踮咧伫倒位毋捌去到台北。伫迄歌舞团的时吼，初我去迄个几工啊吼，足正常的哦。我心内咧想讲，这讲有咧脱衣舞，哪有影？拢无啊，都拢伫跳正常的舞安尼尔，哪有听？有一工，我动啊，我干那我，佮一个分小吹，佮一粒鼓，安尼俩3个尔，干那3个尔，吼安尼。我动啊，煞点伊啊，是安怎点伊只？雄6个，拢无穿衫，总撞出来。我哪有这？阵我才15岁呢，我哎呦，哪有这？安尼，戆伊啊，煞袂晓弹，都剩鼓在拍尔，砰砰砰砰砰，我讲靠腰啊，毋着弹落去，你那是点伊啊？我讲哎呦，我就开始弹，安啦，到尾伊讲。要创即招也无讲一个，害我煞全看起来煞戆伊，煞袂晓要弹安尼啦。伊讲惯势就好啊。搁再忍耐，流浪的人，你为什么流浪天涯？流浪天涯，一半是环境所害，一半是命运来安排。是10分的无奈，为着幸福的将来，愿流目屎，不愿搁哭悲哀。忍耐，无论什么痛苦，我也要忍耐。忍耐，想起阿母的慈爱，想起着心爱的期待，忍耐，搁再忍耐。
什么流浪天涯，流浪天涯。一半是环境所害，一半是命运来安排。谁会了解？阮是十分的无奈，为着幸福的将来，不愿流目屎，不愿搁哭悲哀。忍耐，忍耐，忍耐，无论什么痛苦，我也要忍耐，忍耐。我咧走歌舞团吼，我唔知影我已经有粉丝啊呢。我喺歌舞团的时，唔是干大简单呢，我自弹自唱。我迄阵就足爱唱吼郭金发的歌，啊，即我唱洪一峰的歌，吼，唱低音的，我就学因的歌，安尼学的我就讲，啊，歌舞团的头家讲，你敢若唱了袂歹哦，去你唱一个，去唱一个。哦，我讲好啊好啊好，我继续练，真正练，好去唱。安尼就去唱啊！唱人大家吼，无爱看歌舞团啦，唔免脱衣服，要听我甲阮头家娘唱歌。因为所有的歌舞团10几团咯，就是阮这团，我甲阮头家娘唱歌上好听的。安尼讲免啦，免脱啦，免脱啦，恁搁继续唱歌就好啦，继续唱歌。迄个时阵我才几条歌呢，5条尔。啊，5条我搁唱完吼，再来一句，一直再来一句，我无啊啦。我即摆来搁唱落吼，恁都爱爬起来啊！恁大家拢爱爬起来，我想阮爱爬起来煞的，我毋是啦，我走，会晓唱国歌啦，纯国歌尔啦。啊，你讲安尼卖，啊，搁过来，就跳到有一天啊，我去拆车票，高雄拆车票，拆车票我咧拄，拆车票咧讲，啊，你敢是林玉峰？迄个时阵我就家己号名号林玉峰啊，因为啥号做林玉峰？我教伊洪一峰啦，啊，我想讲，我来改字吼。伊叫做洪一峰，啊，我林玉成吼来改一字叫做林玉峰，哎呦，袂歹哦，啊，所以我出来了就拢叫做林玉峰。伊讲啊，你敢是林玉峰？我讲哎呦，啊你哪捌我？啊你伫歌舞团咧唱歌啊，我拢走去看啊，安尼啊，哦，你唱得足好呢，啊，阮内底有几落拢你的歌迷呢，安那，啊，我讲哦是安尼哦，安那，较接来你来小吹啦，安尼我讲好，安来哦。伊嘛知影阮厝伫屏东倒一搭，安尼吼，摕一张报纸，古碌碌啊，搁互卡立架安尼啊。讲强，来，有一个机会互你啊！我讲什么机会？这张报纸你看，海山唱片公司要招考歌星。哦，你较紧嘞！啊，毋过日子过去安尼，我哎哟啊，日子过去啊，过一礼拜去啊，人都已经结束啊嘛。啊，这要去到应该会使啦。去等着想，慢声讲等来想哦。迄暗我就欢喜啊！我迄个朋友姓吴，住伫台南，叫做吴丽水，姓吴丽水。我就讲啊，来屏东夜市啊吼，凊彩来食一个宵夜啦吼。啊，鸡熬啦，伊嘛袂晓啉酒啦，啊我嘛袂晓啉酒啦，啊一罐米露尔，阮两个啉袂完，就开始爱讲安那，伊讲啊都拢也袂啉啊，袂啉共开落啊，啊好两个啉完，两个啉完，鸡汤讲尔我感冒，烧声。讲啊，当这烧声含讲话都会变音啊！啊，免了去考啦，讲你嘛爱去啦，无安怎啦，一定爱去看卖才去讲啦。好，去哩，我昨去哩台北，去哩的时候，我就叫迄个主治去看哦，一间哦，啊入去想拄着叶大辉啦，都是叶大辉老师哦。叶大辉啊，就讲起来讲啊，你对倒来？我对屏东呢，啊伊讲屏东。啊，我嘛住伫屏东呢，讲伊也阮咧住伫屏东啦。我讲安尼遐拄好安啦，吼，屏东爱讲啊，毋过这超过安尼。讲嘿啊，我都朋友讲叫我来看卖呢啦，无一定讲会成交啦吼。安尼恁会甲算讲采收啦，安尼
啊，毋过你即马安尼要安怎唱啦？你拢烧声，啊，你讲话都会走音啊。我讲是安尼啦，我家己有自信，我就讲我的经历互伊听嘛。爱就联络叶老师来啊，真正来。啊，叶老师听我的经历讲的，讲啊，你过会弹吉他？讲嘿啊，安尼好，啊就叫我唱，吼，啊我就唱红一峰的《旧情绵绵》啦，吼，啊这桂金华的《云泉乡的吉他》唱会听讲，哦，安尼，啊这好哦。个迄个叫做佚佗人的目屎来讲，哦，安尼好，你的声音无，即马对迄个也袂迄个，唔好去唱啊。安尼我知，安尼会使，好啊。这若别人吼，阮已经一次啊吼，都无去收啊啦。啊，你足特别的，我甲你收，好，啊，从伫遐就开始做为学生，吼，啊，所以讲呢，叶大辉呢，伊嘛是我老师啦，伊我的师兄，佮我老师啦。啊，迄阵踏入业界是歌星呢。啊！你什么原因讲？慢慢行对幕后去，因为一般吼，若法度伫幕前、伫台前，人就感觉讲足样的啊。啊，你哪会专讲讲？要搁对韩先去学编曲，啊，有即个幕后的工课。对，迄个时阵我有在看嘛，因为我哦，我那家庭毋是真富裕呢，我出来是要趁钱呢。啊，你行这条路拢爱包红包呢。爱送礼呢，爱行后壁路呢，啊，我哪有法度啦？啊，咱讲真呢，从我踏入海山唱片公司叶老师的门下，我毋捌开到一角，我就感觉讲这是我的实力，真正靠人爱靠实力，你若有够实力，毋免红包，伊一定会甲你用，吼，毋是甲你用了，佮包钱互你，所以我落头一块唱片吼，都摕着报酬啊，陈和平。伊做海山唱片公司的迄个文艺部的主任，啊，所以这工作拢会咧做的，吼，啊，就去唱的吼。老师，没有，迄阵无讲老师啦，杨峰，这你的报酬，哦啊，我有报酬哦，嘿啦，报酬无偌济啦，200。哦，我摕到就痛甲，迄阵200嘛袂少啊，就痛甲安尼讲，哦，啊，落头一地呢，毋免开钱个，毋免开钱有通录唱片。啊，佮有红包摕，哇，这好哦！哇，安尼开始直直行落，到尾啊，我一直，啊，佮本来我对乐器有兴趣啊嘛，啊，佮甲含先熟悉了，才感觉我会使佮甲伊佮进一步，毋是干那唱歌尔，啊，我对这乐嘛爱佮研究安尼，啊，总共我差不多唱做歌星吼，差不多较无10年啦，较无10年，我就转落来幕后做制作啊。叹心头凝，一路爱路分绵绵，恩恩怨怨千万千。一条白金的丝链，甲阮的命运相。贪恋，一条一条白金丝链。叹心头凝，一路爱路分绵绵，恩恩怨怨千万千。
啊哈，一条白金的是你嘞，甲阮的命运相牵连，牵连，一条一条白金是你嘞。千万千啊哈，一条白金的是你嘞，甲阮的命运相牵连，牵连，一条一条白金是你嘞。咱进来欢迎歌手关心你一人，这的歌的原主唱人黄志强，志强大哥欢迎。嗨，谢谢，感谢你，国晶，你好，哇，真欢喜，好高兴哦，今日当来参加这个节目。较早伊甲我爸爸是同事，对，你算下辈人啊？对，当然哦，我较早看伊咧伫迄个国社酒店咧唱歌吼，风度翩翩啊，啊，迄个小可代志呢，上要紧我迄阵住伫下港台南。啊，伫台南吼，迄种较早因来大歌星吼，来要来表演吼，拢伫咧体育馆。然后迄种张壮阳的歌吼，拢是足受大家的欢迎。啊，伊拢唱迄张壮阳的歌，什么西丽七坎啦吼，啊钱来的啊，等等，诶，男子汉。哦，一去到地方啊，若要出场吼，卡迄个 spotlight 吼，照着伊的身躯，安尼行出来吼，伊拢偶像咧。因迄阵啊，迄个风度，国珍我甲你讲，迄阵啊，歌厅咧。体育馆咧看吼是安尼人山人海，因为迄阵无讲电视台足流行的中间，甲3台尔嘛，啊所以这歌星出来吼，甲新的咧，哦啊出来吼，大家定好多同届啦吼，啊佫有一寡迄落上班的迄落小姐啦，啊佫一寡迄落欧巴桑吼，哦大家拢爱赶紧要看因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看到因的风采吼，使我吼来心声都要动起来啦。就爱赶紧吼，要来做歌手安尼，啊，毋知安尼吼，会当甲林老师安尼吼，听着伊的即个点点过去的点点，互我收伫脑海内，所以我今仔甲伊坐在遮吼，我感我足光荣的。志强兄要出歌手，要出关心你一人迄站，你就是咧甲新闻亭斗拍拼。哦，咧拍拼心事啥人知？迄阵已经拍拼好啊。新闻亭已经请起来啊！有，照我所知，漂泊的佚佗人，心事啥人知？这两块歌，曲盘顶头拢印你编曲，你系真侪精神的。我安尼啦，甲今嘛安尼，我对这个艺术，我敢若安尼一直想讲，一定发挥就好。迄个名次啦，吼，甲钱啦，我看袂当啦。啊，我嘛袂甲你讲偌济钱啊，你凊彩包红包就好。你包会出，电脑安尼较大包哦。啊，你是安怎去熟悉蔡振南老师？蔡振南是伊较早，咱头拄我志强有咧讲迄个体育馆吼表演，伊就是其中我的迄个歌迷一个啦。我的歌迷一个是到尾蔡振南讲我听我才知啦。吼，有一天啊，迄个时阵我拄甲想甲文琪吼林俊，甲伊吼编迄个大马调，迄大马调嘛是我甲处理的呢。吼。啊！我讲，文琪，这出去吼，2天啊都红啊！伊讲，敢有这老歌呢？这古早的老歌呢？我讲啊，经过我甲你编过吼，气味无共啦，吼，迄绝对一定吼，足紧就唱啦，真正，一礼拜就唱啊，一礼拜唱全省啊，安尼，所以迄地文琪唱片
趁上侪钱，就是大马条。即个安尼过去吼，毋到一工，即个蔡振南敲电话互我。我讲，我即个人，伊讲伊姓蔡，我毋捌你安啦。伊在咧讲，啊，我都吼，迄个台中有一个播音员叫做黄三明咯。哦，黄三明，迄我的好朋友啦。安怎伊讲安怎？啊，我就想讲。甲伊有熟悉，啊！你甲伊讲要行艺界这条路啦，要来唱片界啦，吼！啊，想讲看要找什么人吼，过来学习，吼！较有迄落，伊讲，你着去找林玉峰嘛。林玉峰，我甲你讲，我写电话给你，你讲我介绍的，伊绝对一定会甲你接纳。我讲，哦，安尼好啦，那三明兄讲的安尼好，无要紧啦，安尼若对这真兴趣，着看若有机会，咱见面，吼！伊讲，是安那老师，迄个老师我甲你讲吼。你落来台中表演唱钱来呀，男子汉啥？我是你的歌迷呢，我哈是安尼哦。我跟你讲，我伫台中咧顾图书馆啦。啊，你咧表演你个播吼，我不管你啊，我甲图书馆放咧吼，偷走去看你去唱歌呢。我想遐无，伊讲真的啦，真的啦。哦，啊，我想要做你学生啊，我讲哦，安尼迄后摆才讲，伊讲，迄是即摆咱咧讲电话呢，吼。嘿啦，我即摆伫你的头前啊，我随规日甲你拜老师安尼，我免啦，安那有机会咱见面才去讲啊，安那假是我好朋友介绍的，哪有啥物第二句话安那？迄个报讲电话，迄个暗9点我就来啊啦，就来阮兜啊啦，吼啊，就伫厝的啊讲安尼，讲到天光，啊全吼3个人困一点要倒，安尼困出伫讲话，安尼讲到天光安尼，我一直想，这人哪会？对音乐敢足有兴趣的安尼吼，安尼讲吼，啊，搁过来，搁见面讲吼，我真正要做啦，安尼吼，啊，阮某吼，甲我讲吼，若有兴趣，准备80万吼，老师，啊，开唱片公司都爱开偌济钱，哦，你上少要拍一条歌吼，会红吼，爱600万，我哈，拍一条歌红都爱600万哦，你毋知哦，爱会红袂红，抑佫毋知哦。你要准备有1000万，第一条歌拍无起来，你后壁还佫有400万吼，紧佫赚落，安尼吼，你我倒来讲，哇，这也有法度。阮某甲我讲吼，80万啊开完吼，叫我来好回头啊。你着救起来啊！嘿啦，啊我迄阵讲系啊，我就那甲伊讲，心内想讲，哇，难得有一个人对音乐这兴趣，佮因某要摕80万互伊用，啊，这哪会使互伊灰心，哪会使互伊无趁着钱？好。我绝对尽我的力量吼，这个我绝对要趁钱。啊，这个当中咯，蔡振南去找到上文成啊。伊会啊，伊是出来互你鉴定是？毋是，我家己去偷偷去看。真正我迄个看，嘿，真正有影，伊唱一条《爱你在心口难开》，吼。啊，我这个唱这个我真正无输猫王哦。我去迄摆拄啊好，客完，伊一唱完落去尔吼，人客剩一半。就走我讲，哦，这个有歌迷哦，还有影会栽培，这个会看到咯，啊，佮这个声，毋过伊唱英文的呢，啊，佮国语的这英文的，嘿，我伫心内想，注意的这个后韵来甲改做台语的吼，目前还佮无人这种的，绝对会行。好，我就甲蔡振南讲，紧的这个好，紧甲签起来，先甲签起来再讲。啊，头拄仔你咧讲那天唱片，志强兄今日唱的这2条歌吼。我要啉来，甲北京的12年，拢拿天唱片，拢你咧甲诸葛亮啊帮忙的时阵去做的嘛。讲起来讲，我甲诸葛亮啊头一届见面啦，头一条歌就是北京的12年。诸葛亮啊头一摆走路，走来美丽台北，就美丽尤佳玲领导。啊是安怎伊哪会走路呢？伊本来较早就咧做新剧，吼，一世纪戏园拢去走。做新剧啊，伊就咧做小丑啊，做三花啊，三花就安做，啊到尾啊，愈来新剧话剧愈少啊嘛，戏园愈一直关嘛，关到拢无效啊。诸葛亮佮等于卖衫裤啊，因老爸本来就开迄个服装店，在卖牛仔裤啦，卖一寡衫，吼。啊，迄阵诸葛亮的名毋是做诸葛亮呢，叫做清风。啊，清风的名就是因老爸店的名，吼。清风就是因老爸咧做卖衫裤的店的名，伊种个摕去做艺名，叫做清风，啊人拢叫清风啊，安尼，哦啊，甲诸葛亮的是拄啊，
过来，安尼哦，佮舞安尼吼，才号做诸葛亮啊，吼。啊，这诸葛亮啊，这就是因为演一个角，迄个角的名，迄个角色叫做诸葛亮啊。伊伫拿宝酒做主持，伊做主持嘛扣着安尼，吼。伊爱感谢陈金佩，迄天陈金佩拄啊无去上班，兼一个主持，啊因咧逐个才甲结局讲，弟啊，你去哩，啊我袂晓主持啦，我毋咧讲，啊你著助理台顶的三花的迄个步数，著甲录落对吧？录一个煞穿起来，啊穿起来全哦，伫遐个红暗主持红暗，吼，跋筊就叫去跋，兄弟就去拔旗骨啦，啊你下暗煞暗。啊，阮大爱讲叫你过来旁听一下安尼，啊，你袂使无去啊！你无去，明仔载你就免上台啊！啊，所以去，副驾红拔到偌济呢，输6000几万。啊，6000几万，人要摕钱，你是要倒摕啦？只好走路，全走去伫油家用领导米咧，米去就讲啊啦。啊，米咧吼，迄阵甲啥物人去的呢？甲谢真真因老母，迄阵谢真真还袂生，甲因老母迄阵拄做伙，啊，就去米咧家用领导。啊，家人啊是讲，嘿啊，米伫我遮，我无法度通保护你啦。啊，兄弟来找我，互拍死安尼哦。啊，才想啊，辽党的伫台中吼，有那小有名气呢。人也知影讲你米伫遐，人毋敢去找伊啊吼。带落啊，真正甲带了辽党的啊。有迄个时阵，伊甲带落，辽党的随敲电话我，伊讲，迄个伫遐主持，伊讲，走路啊啦。我讲哈，走路。我就叫输6000几万，哪么人走咯？啊，即马安尼啦，来伫我遮啦，啊来计划看吼，要安怎甲录啦，通好互伊紧还即条钱啦。啊，我就甲问诸葛亮讲，啊梁克啊，啊你迄个叫做过去敢捌唱歌安怎安尼讲？无啦，唱歌我袂晓啦。我讲唱歌袂晓，你来唱咩公司创啊？安尼伊讲嘿啦，啊我就想讲，阮有咧演戏吼，来演技敢会使。我讲演技我都毋捌录过啊，我敢若录唱歌安尔，甲音乐安尼尔才。伊讲，会使我来试看嘛啦。啊，本钱毋免伤济啦。我讲吼，啊你好啊，啊你这节伊讲吼一条叫白金12年啦，安尼讲白金12年。我讲啊，你要演技这嘛爱有一条主题歌呢。来啊，你甲迄个大纲摕互我，我看你的剧情安怎，我毋知写歌。我无啦，无剧本啦，无剧本啦。我简单讲互你听啦，伊就简单中插头讲一个，中插一个，尾也插一个，安怎安尼？讲大概是安尼啦，吼。讲吼安尼哦，好，啊，但是要咯，愈紧愈好。我灵感随来啊，白金12年，好，我好啊，恁泡茶。我走去另外一块岛啊，你半点钟内底我拢总甲写好啊。白金12年序曲拢甲写好啊，我来摕来现唱互诸葛亮啊听，哎。迄个辽党的听了，哦，我较早阮伫舞台顶吼，若有即块主题歌吼，夭寿啊，会叹死啦，安尼啊，吼，随落。听你讲，感觉讲，亲像扑伫目前共款的精彩，啊要紧吼。今日虽然毋是讲原主唱啦，但即强遐嘛唱了有够早。袂歹。啊，我知影咧，头拄啊国情吼，因为我甲伊算共演的，我甲伊交嘛，所以我讲伊的成就，讲关心你一人，讲歌手嘛。但是你甲因爸爸交啊？伊较早讲爸爸吼，两个拢唱的，伊乐器安尼咧对待，因为阮爸爸唱的是拢台湾民谣嘛，故事的一铺一铺的。啊，即马若要跳门的时候，拢会有着歌。带迄个主角，伊拢举一支琴嘛，是啊，啊，就上爱唱迄个坑西歌啊，对，啊，所以拢定来伫我的脑海内，我就甲学起来，吼，当，我来念歌咯，哎，很表演，对，你讲的，你来，啊，多我甲阮表现一下，我看自己就上有过去吼，你拢唱个到底，为着因爸，我嘛要甲纪念吼，来，属实迄个时阵我是有耳大的吼，因爸爸过往了后吼。我才去学这支琴嘛，我才去学，咱有迄个音乐的底子，得学较紧。啊，但是懵了才知影讲，无吉他好弹。我来念歌咯，互恁听哩。
无要扣钱啊，免着惊的。我小弟啊，含万是无研究，望恁着拍扑啊哦，斗捧场啊的。哦，安尼啦，哦，啊，即摆佫刷了，伊就唱。劝咱做人搁着啊端正，啊，这若唱落真长呢。老师真正欢喜，反正今仔日吼，看到你安尼，食到这个会，我唔敢讲你老，不过对音乐有影学到这个会，你讲的，怀念黄秋田老师，特别搁学乐琴，实在琴好，也使互我拜托，伫咱心所爱歌叫他头前，亲像世界的电影明星共款，印一个互阮久长流传的手印。老师，好，好，赞，好，哦，来。啊，即摆就会使用哦。对。哦。老师请坐。老师请坐。哦，安尼好啊吼。老师来。哦，来，哇。真侪观众朋友听你咧唱钱来啊，听你咧唱男子汉，迄种的飘撇感。头拄啊，无听唔知影讲你经过病魔，经过坎坷的过程。不过犹原飘撇，但镜头前，我相信今日大家共款感动。多谢老师，谢谢，真正诚意欢喜，心所爱的歌下回再过来开讲，多谢，谢谢。精彩无。